喺清晨嘅寧靜中，喺夜晚嘅燈火下，每日與主同行，喺愛裏面與主相會。我係阿青，讓我哋一齊打開心靈之窗，讓神嘅話語成為亮光，指引前行嘅方向。保守我心，你要保守你心，勝過保守一切，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。箴言4章23節。當睇到心加上鎖嘅時候，你會聯想到乜嘢呢？呢個係一節著名並常被引用嘅箴言，係一段小詩嘅開始。喺接住嘅幾句箴言裏面，父親繼續教導話：你要除掉邪僻的口，棄絕歪謬的嘴，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，你的眼睛當向前直觀，要修平你腳下的路，堅定你一切的道，不可偏向左右，要使你的腳離開邪惡。換句話講，就係從心開始，然後到口、到眼、到腳，要點樣呢？就係要思想正確嘅事，講正確嘅話，睇正直嘅事，行正直嘅道。呢個亦都係整個生命都變成光榮正直嘅。可見要達至呢個境界，就係由保守我嘅心開始，因為你講嘅說話、想睇嘅事、想行嘅道，全部都係由你嘅心思意念去決定同埋操縱。當我哋睇到心加上鎖嘅時候，我哋可能聯想到關閉嘅心，唔願意向人開放交流嘅人。咁樣嘅人應該會係陰沉嘅、消極嘅、唔開心嘅。但係我哋今日睇到呢個手上拎住鎖匙、心裝住鎖嘅小朋友係開朗嘅、自信嘅，因為佢持定父母嘅教導，得着智慧，明辨是非，懂得向正確嘅事開放自己，向惡事卻關上心扉。正如保羅所講，我哋向住義，基督係活嘅，向着罪係死嘅。羅馬書6章11節。呢個正正係接受復活嘅救主耶穌基督後所活出嘅一個全新生命。喺今日我哋所身處嘅世界中，有乜嘢道理同思想係我哋應該提防同辨明嘅呢？我哋可以用乜嘢標準去驗證呢啲思想係好定係壞嘅呢？而我哋嘅心思意念又會選擇向邊啲思想開放呢？我哋有依靠天父所賜嘅智慧去為自己嘅心把關嗎？多謝收聽和諧頻道製作，每日與主同行。材料由國證網絡 CCCon Media 提供。好開心能夠同你分享上帝嘅話語，一齊研讀聖經，靈命成長。歡迎你喺我哋嘅 Facebook 留下足跡，聽日見啦！